心扉，送于天地，融入祸福，不离不弃。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？只教生死相许。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？只教生死相许，生死相许。林太太，下一步往哪里逃？黑夜这边绝无去路，我也不知该往哪里走啊！来自一道我方地境。哦，好像来到德清园余音器边了。对，哎，是余音器。运气，运气！小在凌云上有我婚新娘子翠凤小姐的娘家，不正来这运气吗？林公子与少夫人在有穆家行亲，他还不知道府中遭了大祸了。快快带马滚龙照运而去。是。刘成强，你这个该死的奸臣！还等我林家家破身亡，此罪不报，死不瞑目。风风火火的，什么事这么急？昨夜一场春雨，大清早我一梦醒来，跑到大街上，哇，只见满街模样，简直百花姑娘。你看，相公正在一条长街，姹紫嫣红，飘满花香。相公，你晚门在书房里，快出去看看吧。春天来了。春天来了，
些什么？娘子，这是我从坊间刚解决来的一把名传，我心笔涂鸦写了几行草字，送与娘子，聊表相爱之情。爱在心扉，送与天地，永是何福，不离不弃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这叫生死相许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自从小姐与新姑爷冒雨为门，你一天到晚笑呀笑，死了笑，晚是笑。是啊，我嫁了个好女婿，终身与靠，做娘的还能不孝吗？然而，你啥是嫁个是匹郎君，你母亲还不是和我一样，整天的开心大笑。我也偏偏不讲，一辈子陪伴小姐。哎呦，看似不假，心里想啥？老夫人你，哎，陈梅啊，这些天忙着招待新姑爷，有件大事耽误了。什么大事？去年春天，多亏那位好心相公救我一命，可一直未曾放得恩公下落。我想为他做场佛事，求菩萨保佑，好人一生平安，长命百岁。你快到永泉寺去，向当家主事定个日子吧。啊，好，快我就去。哎，哎，相公，妈。上上大吉钱，相公，你要叫桃花运啦！这位相公好生面熟。相公，妈，是大破天阳五灭族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相公，今天总算找到你了。找我？啊，你是？相公，你不认识我啦？去年春天也是在这样百花盛开的日子，就在前面江边渡口，我家老夫人得传得病啊。哦，记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位老夫人的小丫鬟。是我啊。大哥大嫂，我家老夫人病了，快来去帮帮。相公，把病人送回去。快去，快！哎，追！快来帮帮我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你快醒醒！小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我家老夫人小妹妹不要哭，快去喝郎中。来，不要哭啊！哦，来，好，来，老夫人，来，老夫先生，怎么样？老人家是久病复发，啊说再晚送半个时辰，即便华佗在世，也难为成喽。哦，多亏你做儿子的一片孝心，也是你母亲福大命大。不，老先生，她不是我母亲。啊，她不是你母亲？是啊，我也是在半路上遇上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如今世道人情冷落，是相公这般的也是不多见喽。先生，老人家这病不妨，天明醒来便可下地饮酒。我就放心了。先生，
些许银两了这最近，请先生笑纳。哦，相公，你这就要走？转夫还在等着你，告辞。哦，请。请。如今你家老夫人身体如何啊？老人家早已康复了，只是天天念叨着你这位救命恩公。几次命我带领小姐寻访恩公下落，可是世界这么大，无名无姓，大海捞针，到哪里去找呀？今天不是碰到了吗？是啊，这就叫菩萨保佑，不是没做人，神就碰上了，灵不灵，巧不巧？相公，请到哪里去啊？请你们去见我家老夫人呀！多谢了，我改日再去拜访你家老夫人。这好吧，我这小丫头请不动你大相公，我去通报小姐，叫她亲自来迎哎。你们等着。哎，相公，你们等着啊！秋哥，走。走，相公，他不是叫我们等着吗？等什么？等人家来酬谢吗？哎，相公，相公。相公，我家小姐来
方才上，请受彩凤一礼。哦，小姐快快请起。远不远？不远不远，喏，就在前面那片桃花林中的桃花村。哦，原来你们就住在这里呀？对，就住这里。哎，相公去就去嘛，多嘴。相公谦君子，岂肯与我陌生女子同饮？我还是去请琳琅前来，与相公一路作陪。小姐说得有理。相公，那我们还是去吧。恩公稍等，我去就来。相公，相公啊，怎么？我看你是迷上这位彩凤小姐啦。不就是啊！还要啦！你瞒不过我的眼睛，你就是爱上他，迷上他啦！我，哎呀，相公啊，既然你爱上了他，你还女的做什么呢？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啊！该出手嘛就……哎，相公！神医，这位相公真奇怪，好不容易见了面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呀？看来果然是个施恩不图报的正人君子。既然他不肯上门，我们找到他府上登门传些许资料。哎，他姓什么叫什么，夫居何处？他叫……哎呀，糟了！怎么了？刚才我这个说话忘记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了。哎呀，都怪我啊！什么事？
你真的看中那位乡村女子啦？她是我梦中良人，这辈子我就认定她了。老夫人，若是你老人家接了她，伊一定会称心满意的。如果世上真的有什么仙女下凡，那就是彩凤小姐啦。偏偏相公又救过她母亲，这就叫前世有缘。斗嘴！小小年纪，你懂得什么缘不缘的？缘是一份可遇不可求的情。母亲，孩儿此生别无他求，能与他相伴终生，也就知足了。儿啊，你要想想，我们是什么人家，他们又是什么人家啊？母亲，孩儿娶的是他的人，又不是他的家。不必多说了，快为书王用功去吧。哎，母亲，那，哎呀，相公，古人言，何以解愁，离于杜康。相公，哎呀，你相让我哈，相你让我哈嘛，相公，我两句就不要再喊了嘛。这相思之意，好比这病中杜康，又苦又辣。看来我与彩凤小姐这有梦中的缘分了。相公，相公，相我心定，同了渡江我老丁，30年管着浦江越不深。年纪活到59，头上还是老七品。礼部上我上京城，调我得清当园林。人如经过有相负，为一位上八代的姑表亲眷刘夫人。请用茶。好，家里人都好吗？好，好，好。此番请进，如何归还？礼部调我到德清去当园林了。调你到德清去当园林，哎，这倒巧了。哦，夫人有什么吩咐吗？我儿到云栖去渔村，迷上了一位女子，定要娶她为妻。我不答应，她就病倒了。哦，这是性病，这话叫相思病了。实在这样僵持下去，只怕要闹出乱子，吕家但丁都苗散失不起呀。是啊，
自今的年轻人胆子大，新花样多，可不像我们当年老子听话了。好，所以我想先依了他，把那女孩带回府来，把龙儿的病治好再说。对，这就叫新病要用新药医嘛。啊，既然你要到德清去当园吏，这件事就请你代办了吧，尽快把那女子送上京来。这是宽的中意，我就让他们把喜事办了。他娘家要些什么，你尽管答应。好，夫人放心，这个神仙红梅我老丁做停了。哎，夫人，那女子嫁入哪村，叫何芳名啊？这是嫁至余云七外到花村，名叫彩凤。到花村彩凤。夫人，启禀老夫人，林姑爷的叔父林大正神志慌张，从京城赶来。原来大祸临门了！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你他才管刘成相迎哎，这罪名暂时放长。留着战草要自根，便不如往谁同病，痛快不堪金魂茶，走路走难逃生。无罪不报非君子，一须万须尽情人。回来！既然碰上人，你不要命了？君子报仇，此孽不反。亲家夫人，眼下四处盗兵，逃生无路，自恐官兵前来搜查，父亲可有藏身之处啊？有了，后山有座大驿洞，人品引力。当年天下大乱，先父曾带领村民进洞避过难。我走着山上的路，灵儿，跟我走。玉儿，再去躲避一时，快去吧。哎呀，逃一个死一个，快走！对了，快走！小心点。去这里。请假大人，亲家夫人辛苦你了。请假大人，快来用早餐吧。亲家夫人，我躲在这里不是办法，你可有逃生之机呀？我心里也是一朵乱麻呀。林家落难，平日上门巴结的文官武将，个个都比之，非恐不远。世态炎凉，人心险恶，将到众人退呀！哎呀，亲家大人不要难过，总会有办法的啊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新任德清园令丁太爷登门拜访，所以邀旨举荐。他来做什么？亲家大人，我去见他。
老太太，老太太你好啊！丁大人光临而来，与我归国。哎，不归不归。哎，老太太恭喜你啦！恭喜我！哎，哎，请。朝中有位卷宗4大的刘丞相刘相爷，你可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。你老人家福气好啊！刘相爷的独养儿子刘文龙，曾有余荫妻，巧遇你家裁缝小姐，一夜就相中了他，非他不娶了。刘夫人得命下官前来奏媒，你娘家要什么东西尽管开口，不过新娘子要尽快。你叫我住口！吕家人瞎了眼睛，我女儿早已出嫁了。什么？你女儿已经出嫁了？你叫他们传话，满说是我女儿已经出嫁，即便是上位家人，他吕家也须得往下出去。这，你叫我出去！哎，你不要走！哎，你不要走啊！嘿，这个刘夫人，自己的儿子稀里糊涂把已婚少商当成离婚妹妹，还要叫我来做媒，这不是叫我来倒霉吗？哎呀，真是的！不像话！丁太爷，你不是领兵领大人吗？你领家出了事，官兵在四处追捕你家人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这是我侄媳妇的娘家，我才毕业时。什么？原来裁缝小姐嫁给了你侄儿林公子啦！裁缝小姐嫁给了林公子，刘丞相杀了林公子的老子，又让自己的儿子来娶林公子的老婆做娘子。这真是大千世界无巧不语啊！丁太爷，姐也不知道啊！哎呀，林大人，你说的这个计谋，老丁不管得赢啊！丁太爷，哎，丁太爷，当年你曾受过林家的恩惠，知恩图报，乃君子之德，就帮我林家一忙吧。这件事让刘相爷知道了，是要神头落地的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我不知，谁曾知道啊？这丁太爷，世事多变，风雨莫测。所以我林家有出头之时，你不会吃亏的。这倒也是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赢得春风与雅雨。丁太爷，求你了！起来！那就试试看吧。不过裁缝小姐那里，你可要安排好。太爷放心，保你万无一失啊！此次我去准备快船。好，请。
凤儿，你回来了？叔父，啊，你这是为琳琅拿些替换的衣服去。好，我有要事与你商量啊。叔父请讲。凤儿，眼前有条生路，苦救云儿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为他一闯啊？为居琳琅，我管下地狱，远上刀山。好，我要你随同丁太爷一起上京，去为天官府通关入灶。有了这入灶，我便可令云儿一路逃出边关，退奔三王爷，在一世纪东山再起。采访万事不知，但不知道通关入灶是何去的。就在相府之中。相府之中，正因刘丞相之子刘文龙宽纵了你，非你不娶，但命丁太爷前来作媒。只要你门下实情，再拜新娘，坐上花轿，进了相府，设了通房，你就变成刘家之人，这通关入灶，何处拿不到谁呢？是采访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再说了。要我赴汤蹈火，我心关情愿；要我不顾连此一婚再嫁去，成万不能。采访，要是容易，要生难，听我良言好相劝。你公的不知栋梁，早斩草枝根在眼前。啥是云儿最配，邻家随人几相言，求生之路一自己。荒唐配人人，我不愿为生出子先争吵，千去万争吵还是害你一生，且听我最愿说出实过程。你可知雕人巧是连环计，一箭双雕乱天。你可知西施杀害吴王文，不过兴邦离奇寻。他们是匹夫手剑难逃命，虽是争吵并继承，手中风杯立天地，千年风雨自新。东南江南，东是南。
是爱你、疼你的长辈亲人，哪里撒得让你去冒此风险？实在是生死攸关，万不得已呀！也罢，我林家两房非有云儿也没姑娘，你若不肯前去，还有谁能救得了云儿的性命？林坤林家人草作根，我为什么脸面才是为人啊？兄长、嫂嫂，你们等等我吧！哎，师傅，也不要让我就不为难于你呀！师傅，林家完了呀！无奈我只得听从安排去京城。崔父，天不放我！好啊，这是大言大当、知人知晓的好媳妇。兄长、嫂嫂，我们林家有救了！崔父，你是我林家大大的功臣，随我一半。师父，父儿，时辰不早，快做准备，与丁太爷一同上京，攻城大事啊！生病死病，就让我与林郎再见一面吧。不可，此事是被他知晓，你还能走得了吗？林郎，还等着我送衣服去呢，他说问起。放心吧，云儿那里我是专为经济而做。这副绣球是我特地为林郎准备的生日贺礼，请叔父代教林郎做个念想。财父，你母亲来了，好好说话啊！财父，
刚才你们在商量什么？母亲，我是呀。女儿死了，请母亲不要动气。我不动气。林叔父要我在定太爷上京。上京做什么？见相府与林家公子。你既然不顾廉耻，令潘高子已婚在家，与陈生此之人情，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！母亲，娘。你万一离哭了，叫一声母亲啊，喊一声娘
起来。母亲，女儿拜别了。等等，亲家夫人，凤儿，你要走了，为娘不能送你上路了。不要流泪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切记为念，安安心心，整整齐齐，一路走好。来，娘替你梳妆。娘啊！云儿，云儿，云儿，叔父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此处果然是避难良所啊！叔父，为何不请我见娘子？他走了，走了，走到哪里去了？跟随丁元令上京城去了。他跟随丁元令上京城去做什么？此去从人才见，他是为了拯救你与我啊！拯救你我？元儿，如今外面四处官兵，怪咖灭部，吾有天官府颁发的通关路诏，你我出此也难逃啊！哎呀，蔡凤同丁元令一同上京，就是设法追门路为我们救去路找去的。师父，我不明白，他
一个千杀女子到了京城，人的两属，有什么门路可走？到哪里去路找啊？他先父早已为官，在京城尚有许多故旧，定能相助。啥事暴露了身份，岂非要糟蹋何物？这个你就不必多虑，我与定远里已做了精心的安排。不，我已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大难临头，实际上在这山洞里苟且偷生，反叫自己的娘子去冒生死风险，还有个闪失，我岂不被天下人笑吗？我不能让他走，我要再讨回来。平海，为难当街，你完成什么义气？大丈夫能屈能伸啊！你是邻家，一力护众，也没顾苗啊！翠凤是你的妻子，妻子为丈夫去冒风险，天经地义，理所当然嘛。就是说我为你去平江一事，也是应该的嘛。娘子此去，我于心不安，于心不忍啊！翠凤是我邻家的好媳妇啊，她深明大义，大言大孝，大智大勇，她一定能把潼关路找举到手，你就放心敬佩吧。这副绣匠是翠凤特地为你准备的生日礼，令他们交付于你，帮你好好保存。将来谁有出头之责，千万不可忘了他的大恩大德。翠凤，你相公还是那样闷闷不乐吗？是，公子他终日长吁短叹，书也少读了，情也不谈了。看起来这新娘不到，他的性命是难治的了。这个丁太爷怎么还不见回应？哎呀，丁老夫人，丁太医举荐啊，来啦，快快与亲。是。丁太医最好。好好好。吕夫人，原以为我老丁这位得了个美茶，谁知道是个苦茶奶茶呀！紫金版的不省心吗？说来话长，不说也罢。哦，太爷一路老的，有话慢慢说。来呀，拜去为丁太爷接风洗尘。是。慢，刘夫人，这杯酒吕的以后再喝吧。怎么？莫非相国公子还高看不上一个乡村女子吗？这倒不是，我只怕强女的话不甜呐。不甜也要女，龙儿为了这女子，神都病倒了。我只怕以后会闹出许多麻烦呐。天大的麻烦与你无关。好。
有你刘夫人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辛苦你再去这一趟，把人叫我送来。人我已经送来了。送来了，人在哪里？我将他暂先安顿在一家上等客店里，请刘夫人过过目，看看中意不中意。好，夫人请。夫人，你看，就是他。老夫人，是他，就是他。老爷在语音气氛，相公与他一打照面，第一眼就迷上他了。这一位，这杯酒你总该喝了吧？我喝。夫人，有件事我要当面讲明哦。请讲，请讲。彩凤娘家亲人通情达理，重仁义不重彩礼。不过有样东西定要我带回去。是吧？要什么送什么。要的是天官府打扮的通关乳皂。通关乳皂，他们要这个做什么？这因彩凤小姐的父亲当年为国尽忠，作文边关，年年清明节，亲人们都要出去祭灵。可是今年皇上有旨，无有乳皂，不许出关，他们去不成了。哎呀，这要金要银，这都方便，可这通关乳皂恰是难了。这有何难呢？下去，四经早应，这蒙都市之区，我家老爷奉旨，此次捉拿乱人乱打。什么林家的人、李家的人、娘家的人，要捕杀一大片，关卡遍地，并遭通营。宁可抽不切，不许累积也。这通关路照，毕竟三丈落身，岂能随便到手？哎呀，夫人啊，我好不容易把彩凤小姐送上京来，她娘家人要过炉灶也不肯接，这叫我如何为话呢？哎呀，再者，他们又不是什么逃犯，何必如此盯真呢？你不知道我家老爷的脾气，这种事他可是落情不忍的呀。哎呀，刘夫人，这可就难为我这个媒人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是先送小姐回去，婚事以后再议吧。啊？你这是什么话？你是拿小姐来问陆昭吗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吧，我亲自去找老爷。啊
炉灶我要放好了，这下你放心了吧？放心了，放心了，夫人啊，新人摆了天地食疗洞房，你也可以放心啦。丁太爷，你是倒霉，你该在府中多留几天，多喝几杯再这样。多谢夫人成敬，这是小丫公务繁忙，不管军旅呀。哎，我先去新房向新人道过别，便要告辞上路了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文武百官、亲朋好友都要向老夫人后喜进居，要我们寻找老夫人您。好，我就去。丁太爷，那就不送你了。夫人请，夫人请。对。娘子，娘子啊，快乐今宵圆梦想，稻花曾迎来金凤凰。娘子啊，本梦也心托深夜，窗外生死少交往，老母在朝还君王，慈母应在地在忙。我父兄父弟夫妻妹，富贵园中的姑娘，今夜若是心结我皮箱，今夜诉衷肠，从今有了知音伴，他乡事儿与商量。人生路上千事长，一曲重新各位神仙，是啊是啊，哎，真是。哎呀，各位神兄，本龙我不会喝酒，不会喝酒啊，不会喝酒。不会喝酒，你办什么喜酒啊？哎呀，我真的不能喝。哎呀，我真的不能陪你们喝酒，望各位神兄原谅。老酒天天醉，皇帝晚。对，不，我真的不能陪你们喝酒，望各位神兄多多原谅，多多原谅。原谅原什么谅？告诉你有个老，我老爸的官比你老爸大。老爸多听我老爸的事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让他走。哎呀不，哎呀不行，哎我们是连体，哎呀不行啊，哎呀。一方同情是
想宋文静，世俗乱家成的成，说的是从挂感情，以后是最鲜艳，长下落叶了多情。这哪像新欢子也是动行，分明是他经书在去呀问，都说是团官见证是蒙古，难得他胡子也呀斯文，他那里40多斤宋文生，真是我啊，红头金香是层层。但愿的路配找到情人生，父母琳琅，父母琳琅，他千金。琳琅啊，来张成员的早期起行里，三千花枝到西娘子，娘子啊，娘，哎呦，娘子，老你久等了，来，你我按下吧，啊，长子，娘子，夜已深了，我们歇歇吧，我是过来，娘子，你怎么不高兴了？哦，定是刚才文龙这个白客英居冷待娘子了。哦，文龙这下有理了娘子啊！哎呀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不是我的娘子吗？我是你的仇人仇人？难怪追紧我就要你的性命！起来，我有话要说。起来！会是他？安国，醒醒！安国，醒醒！安国，我不知道是你呀。是恩人，你恩人，一生苦在心，今日同往小相逢，在两恩人，成仇到如今恩光昏死。
新郎官，新娘子，我这个大媒人总算是大功告成了，得来向二位道个别。新娘子啊，你娘家要的东西，我老丁都给你办好了，这就给你亲人送去，保他们平平安安，你也安安心心啊，听见了吗？不对呀！他死了！这样，丁太爷，你回来了啊！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太好，你睡好了。这一下，我们有救了。翠凤呢？翠凤怎么样了？林大人，彩凤小姐血溅东旁，惨不忍睹啊！老丁我这个没走得可得啊！轻声点，允儿面前你千万不能道出实情。来，允儿，太爷回来了。我们有救了，快来谢过太爷啊！太爷，我家娘子的，我的财物在哪里呀？他不是与你一起上京的吗？你回来了，怎么不见他呀？允儿，你听住，你娘子已被刘正杀害了。什么？林公子，彩凤小姐杀身救父，穿丝血红，我老丁问心有悔呀！嘿。见过母亲，手下送娃。是。彩凤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啊，母亲已经好多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会唱出这般大祸？我也说不清楚。是你欺负他了？啊，你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吧？是，母亲，这因为我们心里高兴，喝多了酒。啊，对，是喝多了酒，我们两个人都喝得醉倒了。我昏昏睡去，娘子她一脚踩空，一头撞到
桌子上撞得头破血流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你们也太不懂事了！我为他举，他什么举？举罪乱行，长此大恶。若是这样出去，岂不被人笑话？你母亲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！恳求母亲保我儿，下次再也不管了，再也不管了。李妈，在。从外下去，兴旺出的时候不许乱转，谁向外边流出风声，当心他的舌头。是。欺负两家少女，你算老几？多管闲事，滚开！我们老大说了，叫你滚，你就滚，偏不滚！你们管把我怎么样？听完听啊！哥们，把他放下来！你们什么刘香叶？哎呀，就是那个我阎王刘真相，我认出来了，他是刘真相府中的苏东。相公苏东，是啊，快走！徐公，没想到会在京城碰到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啦？我家老夫人父子去乡，彩凤小姐也被人用船带走了。我一直在寻找我家小姐。你是来找彩凤小姐的？不要哭，彩凤小姐在我们府上呀，在你们府上。小姐。陈梅，相公，你来了。小姐有了娘家丫鬟身边时候，我也放心了。小姐，我看你的气色也好多了。多谢老夫人轻易调制，相公请坐。好。小姐，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。我知道，你不问，我也该说了。陈梅，相公，你们说话吧。相公，你问吧。有一篇名叫《十月》的文章说道：为什么有的人在一起10年、20年，一旦分手就什么也记不得了？而有的人只见了一面，便一辈子也忘不掉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做缘。自从玉英西坡与小姐马路相逢，粉龙我第一眼看见小姐，就觉得十分面熟，哪里见过的？这不是我
梦中的两半嘛。我对小姐心生爱慕，一见钟情，觉得我这一辈子与小姐是再也分不开了。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，是你的美貌，是你的声音，是你的笑容，是你的气质，是你的善良，是你的灵秀，好像都是，又好像都不全是。我说不清楚，可我只知道，我这颗心是真的，我这片情是真的。我想，这就是上天恩赐给我的缘分吧。好不容易盼到了化作之意，谁料想会闹出这场大祸。小姐，你说我是你的罪人，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问了我何时与你结下了冤罪，是前世欠下的孽债，还是今世犯下的过错？30世纪风波已经过去，可我文荣这心里还留下伤痛啊！小姐呀，小姐，你总该向文龙说个清楚，道个明白，给我一个说法呀！吕相公。
父亲常言道：“天地为无形之父母，父母乃有形之天地。”反容不下，将你周家的后人欺负起来了。我不是真心与天地作对，只是想减少你老人家一份罪过，恳求弟弟宽谅。相公，我们母女两代盟君相聚，欠下你山一样的恩德，海一样的情，这就来世相报。就此告辞了。啊，你要到哪里去？今早我的亲人。哎呀，你病体未愈，时候去的。再说外面世界遍地鲁莽，处处严禁。你说如果三长两短，叫我时候向你的亲人交代呀？只怕时间久了，被你父亲知道，才逢难逃一死。我要连累相公一同遭殃。哦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不是，别人哪会知道？可是你我两人这样的名分，真真假假，怎能在一起长此下去？这有料啊！春梅，求你帮个忙好吗？求我帮什么忙呀？请你替我与小姐做个见证。做什么见证？你是从小姐娘家来的贴心丫鬟，你陪着小姐同治内房，日夜相伴，寸步不离。我和秋哥只在外面侍房，井水河水两不相犯。我和小姐开门是夫妻，关了门便是兄妹。开门是夫妻，关了门便是兄妹。好呀，小姐，这个见证我做定了。本宫兄长，哎呦，快起来，起来，来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彩凤啊，我的好媳妇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彩凤，你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看见你们小夫妻恩恩爱爱，平平安安，为娘心里高兴啊！今天叫你们来，是要赏你们尝尝山珍海味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山珍海味。来，这是小砂锅炖的是山珍汤，是北山重兵进贡的野山珍品，吃了补脑健神。龙儿将它喝下，脑子更聪明，大便多透明。来，这一阵小砂锅蒸的是南海玉林进贡的海中极品。彩凤将它喝下，滋阴补肾，强身健体。来年为我吕家添个白白胖胖的小婶婶。恩兄啊，妹妹来啦，请恩兄为我谱曲一首。啊，谱什么曲子？那爱在心扉，属于天地，永入河福，
不离不弃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这叫生死相许。妹妹，这是你写的？不，是琳琅为我写的。啊，此好，是好，谨遵一遵。琳琅是我的夫君，你是我的兄长，我想请恩兄谱曲一首，从今以后我要唱着琳琅为我写的字，唱着恩兄为我谱的曲，永远铭记你们的情谊。好，我写。先生，我媳妇这病不要紧吧？要紧。啊？什么病？梅雨病。梅雨病？你说要紧，有什么雨病？我听不明白。是啊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你要做祖母了。什么？我媳妇她？哎呀，老先生，这可开不得玩笑，你可要宽正啦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段戏码3代祖传，从不出错。告诉你吧，你夫人怀的是个男宝宝，啥是生个女的，你来扎我把子。哎呀，啊！母亲，彩虹堂生了！好啊，生了个什么？哎呀，生了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子！哎呀，好啊！老先生骨上宽得真，谢天谢地！来，快来摆布衫！哎呀，来！哎呀！开门夫妻
媳妇，身体是好，好吗？都好，都好就好。来，让伯伯来抱一抱。宝宝，我的心肝宝贝呀，祖宗接的银头生，雷家西天心好孙孙，看宝宝两眼炯炯都精神，喜得我心花怒放笑脸色。彩凤啊，你参此愚公，你是我吕家的大功臣啊！以后你要吃什么穿什么，尽管开口。与谁管啥你生气，婆婆替你做主。你好好调养，保重身体。以后相夫教子，一家人天伦之乐，荣华富贵，幸福无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相公，天都快亮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？啊，你睡吧，我正忙着呢。相公在写什么呢？我在写药材大纲。药材大纲？哦，我知道啦，相公是在写烤肠药的文章。我现在哪有什么心思写烤肠药的文章？这是啊，为小宝宝写的。为小宝宝写的？他能看文章？傻小子！小宝宝出事了，吃的、穿的、玩的，我母亲都已安排周到。可是孩子不能光是吃、穿、玩啊，玩得有人去教他。三字经上说：“养不教，父之过。”他父亲不在身边，我这个做舅舅的就要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担当起来呀！咱们从小好好教他，将来怎么对得起他的亲人啊？因此，我要未雨绸缪，早做准备。叫他讲哪些故事啊？教他读哪些诗文啊？还有其他天文地理、经济史话，一样样内容都要写得详详细细、万无一失。而且还要循序渐进，一岁上一步楼梯，把基础打实了，长大后才能平易皆有、出人头地。相公，我看你呀，我怎么啦？我今你写首当月诗，想不想听听？哦，怎么你也要为作诗啦？跟在相公身边听也听完啦。那好吧，快念来我听听。我念啦，你可不要骂我。受了同行的真情，讨了娘子是光棍，孩子出事别人生，把辛苦来空高兴。原来你去过是这般看待相公的呀？不算，大女不算。
看起来呀，今天我会好好教训你不可啊！相公，相公，教训你啊！相公，我这是和你闹着玩的呀。收下。是。你知道相公我为何要这么做吗？不知道。你知道我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吗？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彩凤小姐是相公的什么人吗？不知道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一位是娘子，一位与是妹妹。有句说啊，叫做救人一命胜造7级为度，知道吗？这个我也知道。既然救人一命胜造7级为度，彩凤小姐有难，该不该去救？应该。彩凤小姐先是我的娘子，后为我的妹妹。其实她既不是我的娘子，也不算我的妹妹。她到底是你什么人？她是我梦中心爱之人。哎呀，相公，哎呀，你还在做梦啊？哎，人生不可无梦。你，哎呀，算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懂。去过，救人是一种缘分，是一种幸运。普天之下那么多人，有几个人能得到这种缘分，这种幸运呢？我刘文龙碰上这种缘分，这种幸运，去拯救自己的心爱之人，使他能够躲避灾难，平平安安。这是我的福气，我的造化呀！我能真心真意地把这件事做好，做圆满，那我这一生也就算没有把握了去过。哎，你记住相公的话，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人的爱心是一颗种子，它会开出美丽的花朵，结出丰硕的果实。你明白吗？哦，我明白啦。相公，那我再说一说大约事情呢，好吗？哦，这么快又想好了一首？好，你来听听。天亮望京繁亮明，南埋曾经怎么样？特别讲了。儿是娘的天上
恩兄，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恩兄，我要走了。啊？怎么？你要走了？哎呀，这是为什么啊？啊？这是为什么啊？自今相父以来，想起琳琅和母亲，心里总是忐忑不安，也不知他们怎么样了。如今宝宝也快满月了，我真的该走了。我明白了。是啊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好，我就依你。等宝宝请过满月酒，照顾健康，满子母亲，将你母子平安送走。往后的日子，我就顾不上你了。你自己照应自己吧。拜见母亲大人。拜见。宝宝，罢了罢了。哎，春梅，把宝宝抱过来。啊！哎呦，小婶婶啊！哎呀，祖母一天未见，哎呀，又长大了许多啊！今天是宝宝的满月之喜，祖母特地为你办满月聚会。你看，堂上堂下多少热闹啊！哎，来人，接宝宝的长命书拿上来。是。宝宝啊，祖母请你带上。宝宝，你长得像谁呀？让祖母好好看看。哎呀，哎，不像，宝宝不像娘。像，龙儿，宝宝像你的。啊！哎呀，母亲，你可不能乱说，这宝宝怎么会像我呢？咦？是你生的宝宝，不像你，像谁呀？哎呀，母亲，这宝宝不是我生的啊！你说什么？宝宝不是你生的？哎呀，老夫人，相公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说宝宝不是他生下来的，是少夫人生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宝宝，你不像爹，又不像娘，那到底像谁呀？啊，老夫人，宝宝他不像爹，不像娘，像你祖母老轩堂。你看他天天保暖，亮堂堂，让他当过长远。
过状元了。老夫人，戏文就要开锣了。好，今天我点亮一车舞狮东道，大家多去捧场。是。开始了！老夫人，相爷出事了。刚才有个宫内太监匆匆找上门来，只是相爷出事了，交上这封密信，摇着头去走了。正因边关三王子举兵进京，几人大通，先王登基，朝中大臣联名上书来举罪章，控诉吕丞相后不扬名，也忠良没忘篡位。先王龙心大怒，将至我们朝战。吕相爷他已经当了天牢了。夫人！快兵来了！快跑啊！母亲啊，母亲在！相公！哎呀，秋公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不走，我要和相公在一起。哎呀，秋公，但愿你有情有义，可相公不能连累你呀！你快自己走吧啊！快走吧啊！快走吧啊！快走！我也要等等春梅。哎呀，你不必等他了，他和彩虹小姐为桃花村去了。你快走吧，快走吧！哎呀，快走吧，快走！相公，我走了，走吧啊！完了！老爷呀，老爷，平日我劝你少出头，少节约，你就是不听，报应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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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啊！母亲报应！母亲！母亲！你们怎么还没走？龙啊！一定要抵挡，可通往城外。带妻儿，快到城去吧！母亲，我们一起走。对，我们一起走吧。不，已经了，你们的日子完账了，需要怪我。御林军即刻就到。母亲，你们快走吧！母亲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啊！母亲，老儿，母亲，快走吧！母亲，母亲，小婶婶，总顾不上你了，宝宝，不要哭，祖母在九泉之下保佑你无病无灾，平安长大。彩凤啊，我的好媳妇，我刘家连累了你，真对不起你呀！再次是我刘家的亲骨肉，我劝你一定要把孩子带好。媳妇，伯伯拜托你了。母亲，不为妻子，你的话的。哎呀，你们快走！母亲，你要到哪里去？死于二难，你们快走吧！母亲。哦，春梅，你带小姐从后院出去，快回桃花村，快去！你，我走不了了，我要照顾母亲。彩凤小姐，我们兄妹原本已经就此分手吧。相公，你若不走，我们也不走。相公，我们一起走，一路之上也好一个照应呀。好，也罢，宝宝让我来吧，快走。
快走吧。李将军，吕相府一笔报位，各通道一笔封锁。仔细搜查。是，收。快！启禀少将军，相府全落，不见人影。将军，少将军，相府此妻李夫人已原谅死刑。那他的儿子呢？李文龙带着他的妻儿从内院逃出了。文龙啊，刘文龙，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将你夫妻无孩子一起捉拿归案，为死去的父母娘子报仇。走！
宝宝不哭，宝宝，宝宝乖啊，宝宝不哭。小七、相公，你们在哪里呀？宝宝不哭，宝宝不哭啊！舅舅也不哭了，好不好？宝宝不哭啊！好。我知道，宝宝我坏了，舅舅也饿得走不动了。眼睛尚是有半锅冷粥，一口米汤，垫垫肚子也是好啊。中间这他吃不下不消化，可我说这些废话做什么哦？好，宝宝不哭啊，宝宝不哭啊，好。陈梅，是陈梅，陈梅。陈梅，我在这里。相公，陈梅，你到哪里去了呀？怎么不见小姐啊？小姐我多亏失散，我也在四处寻找。快，宝宝我坏了，快！宝宝不哭，你妈妈就快来了，她就来。哎呀，小姐也是找不到宝宝，我都等不见，我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好，我抱她到前面渔村找吴好先生家，替宝宝他碗米汤送去。好，快去吧，快去啊！相公，你就在这里等着，千万不要走开，再走开也要找不见了。好，你快去吧，快去。
娘家吉祥杀不醉，岂能一笔小局长？这空灵家生财机，还小计十八请来梦冤枉。八宝一角称美阿妃，身负牵挂心快放。想起了自母生死两茫茫，我还是独自海边，冷落天涯许亲娘。小姐，陈梅与你们朝夕相处，3月有余，也算是人间难得的缘分了。小宝宝，等你长大成人，你还会记得曾经爱过你、抱过你的刘文龙吗？生生莫测，前路茫茫，今生今世，空难见面。愿苍天保佑你们。哎呀，林大人啊，就为了欣慰欣慰。你是怎么，林大人不认出下官了？我就是老丁元林啊。啊，记起来了，是丁太医啊。是啊。有什么事吗？林大人经过闭院，久有重逢，心里高兴，一杯薄酒与大人聚谈呀。来，上酒。林大人，请啊，请坐，请。哎。林大人，想当初为了通关入灶，仅靠裁缝小大人，不要胡言乱语，免得害了自己。
林大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太医是个聪明人，难道还不明白？常言道，病从口出，祸从口出。西江，老爷，他去远了。病从口出，祸从口出。呸！什么一口东西！想当初，昨夜下跪将我救，到时今快烈不仁就是有。说什么国王之事不许理，分明是三来九张怕出丑。裁缝把事我大忙，你给我擦脚开了手。哎呀，哎，老爷不能喊，老爷完了，老爷完了，没完！我与他没完！这位相公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，来，躺下。多谢师太救命之恩。相公从哪里来？怎会昏倒在这荒城野地？这吧，这里是个孤屋，没有别人。菩萨面前，不是假话。伯母师太，我是个逃犯。看你年纪轻轻，举止斯文，你犯了什么罪呀？我没有犯罪，真正逃犯。我父亲在朝为国，遭了大难，自怜救助。我明白了，病人也有切肤之痛啊！我们什么也不说了，好好歇着啊！不要动，你快躺下！你不要动，我去看看，不要。军爷，你们谁着？按堂伏地，不可进朝。乱世之年，还有什么伏地不伏地的？我们是来宣布逃犯的。小小按堂只有菩萨，哪有什么逃犯啊？那个说不准，小水缸里都可抓出他鲤鱼。是。来，军爷，快，军爷，阿弥陀佛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哎呀，军爷！阿弥陀佛！在这里！在这里！哎呀！军爷！那好尼姑，你说小小暗堂只有菩萨没有逃犯，他是什么？是乞讨进来的，与师太无关。谁？阿弥陀佛！哎呀，军爷！
君爷，快来趟我为了我去准备的蔬菜，路上好吃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不必了，你只知道阿弥陀佛，他是什么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？我不知道。你实是知道了，就不会发短信阿弥陀佛了。告诉你吧，他母亲就是儿子林将军一家的大奸臣、大贪官吕丞相，他就吕丞相的儿子吕文龙。就是大奸臣之子吕文龙，你玩我女儿，你谁是你的女儿？他就是你吕家儿子的太后，你玩我女儿，是不是？阿弥陀佛不灵了吧？万金之子，神圣得而诛之。朕。老人家，彩凤小姐没有事，她回桃花村去了。她没有事，她回桃花村去了。她没有事。我女儿，她没事啊。春梅，小姐，春梅，宝宝，刘相公你，小姐，他走了，到哪里去了？不知道。我四处寻找，不见声音，一时困难找到了。春梅，我在路上听人传言，林郎已经当上了将军了。我们还是先去将军府，求林郎派人寻找刘相公的下落。好呀，快走！春梅，来快！三子，干什么的？军爷，这里可是李云将军的府邸吗？真是，什么事？好啊，总算找到了。春梅，你先在外面等着。好。三子，你是什么人？军爷，快让我进去。我是什么人，一会儿你便知道了。不许进去！快让我进去！快让我进去！快让我进去！鲜花彩盆。
启禀少将军，门外有一女子求见。本将军正在祭奠父神，须得今朝不见。那女子风尘仆仆，从远道归来，定要举荐。她说她是……不管是谁，明日再见。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，将军，他闯进来了。进去，不用我关了出去。琳琅。你是怎么裁缝的模样，连你也认不出来了吗？莫非是瓦匠邪灵了吗？琳琅，我是裁缝呀，说不定月令都是你已经死了啊！不，我没有死，我死而复生了。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，师母娘子回来了，师母娘子回来了。琳琅。裁缝，林裁缝。琳琅，你来看。这是谁的孩子？你猜你？恭喜你，公子，你要做母亲啦！你说什么？他是？娘子
老爷，人家少将军来了啊！他林家的人又来找我的麻烦了。走。哦，请用茶。丁太爷，当初你是怎样做的媒？吕相公看中了彩凤小姐，刘夫人要我去做媒，就是这样做的媒嘛。难道你不知道彩凤小姐也是我林家媳妇吗？起初不知道，见了彩凤母亲，我才知道。知道了，你还做什么媒？这就要问你守林大人去。你为何要瞒着我？这也要问你守去。你不是说彩凤已经死了吗？是死了，是我亲眼看见他倒在血泊之中的。那他怎么又活着回来了？这我怎么知道？他得为一个刚没院的子，你说这位是谁的子？这我怎么知道？他与刘文龙同七同志食鱼有余，难道一点瓜葛都没有吗？这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我知道，彩凤小姐是为了你才去冒这个风险的。那他去冒险挽回鲁昭，你少将军就没有今天。你，有些事情，我劝你能糊涂，还是糊涂一点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意思。做人啦，要讲良心，不要像你嫂那样孤后出脚。彩凤小姐为你出生入死，你却对她疑神疑鬼，我心里就是不服。再说了，我看李相公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小人。到现在你还帮着奸臣之子说话，啥是啥车内总有诈，你这个大美人难道关心？哼！呸！什么那个东西？你们两家结冤结仇，都弄到我的头上来了？难道我老丁还怕你不成？来，拿酒来。老爷，你还要喝？哈他个混天下的，区心头火气、闷气、晦气。将军，禀少将军，李仁祥之子李文龙已经捉拿归案，押在塔牢了。好，立即提升。将军，可惜李文龙的妻子和孩子下落不明，我正派兵将军追查。不要查了，不查了。这两下就睡不了了。这些高官之妻，所谓做好戏也不行，刚刚引人犯。哎呀，你们谁打呀？往我身上打！打呀！哎呀，打呀！老前辈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管我们这样一天不打，谁心发痒啊？哎呀，小兄弟，吃老饭是有老辈的规矩，犯人有罪是有王法惩治，事事有因啊！你还想吃这碗老饭吗？啊！好，老前辈自个老听你的，走。啥心啊？打我上去，管什么老啊？哎呀，稀里冷冷的，当成这副样子，哎呀，做牛！哎呀，来，吕相公。
进去弄起上牙来啊！刘相公，刘相公，刘相公啊，林将军替身你来啦！啊，你一定要好好做啊，求他高抬贵手，少你不是啊！大人万！大人万！大人万！将军身来担当，宋营是。
保上性命。若是刘文龙，听说你曾救过蔡翁母亲一命，可有此事？那是他老人家命大福大。听说你与蔡翁小姐做了10月开门夫妻，关门兄妹，可有此事？为了满生儿梦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听说蔡翁小姐还在你夫人产下一子，可有此事？这子是林家的亲哥嫂。你与蔡翁小姐单男独女，青春年少，难道真的如百的挂根吗？今岁后岁，清白无犯，苍天命见，称美为真。你说蔡翁小姐她美不美啊？美若天仙。既然美若天仙，你对她爱不爱啊？十分爱慕。既然十分爱慕，你对她可曾动心啊？切近6月，甚至心也。好，刘文龙，你不当自招。既算你说他美若天仙，又是爱慕同过心事，两人同治一往，10月之久，真是清白无枉。将军，此言差也。暧昧之心，深见于之。我爱青山，我爱白云，我爱春风，我爱明月，我爱鲜花，我爱美女。这世界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叫人爱慕，令人动心？倘若人人都将所爱之物转为己有，那这人间还像什么人间？这世界将成何等世界？这生生于发乎情，止于礼义。君子不得他人之美，古人刘下惠尚能除外而不乱。我刘文龙乃深夜之徒，堂堂死生，岂能乘人之危，做出不轨之事？连将军，啥是为了你，你肯那样做吗？我蔡翁小姐是个纯真痴情的女子，为了你出生入死，无怨无悔，千手地中率，谁简单讨你？她的心比金子珍贵千倍万倍。连将军，你有如此言情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！不要再说了，不，我要说，我刘文龙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杀对从军听天由命。我要恳求将军，千万要算得蔡翁小姐，她太善良了，太真诚了，也太可怜。啥是再伤害她，真是天理难容啊！刘相公，你果然是真人君子，我相信你的话，我一定追命身上从轻发落，告辞。哎呀，刘相公啊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呀！苍天有眼，好人终于好报啊！
娘子，娘子，玲郎，你回来啦？宝宝睡着了。睡着了。你看，他长得都像你一样。娘子，我去老中探望过刘文龙了。怎么，刘恩兄被捕杀老了？玲郎，刘恩兄可是个天大的好人啊，你可要救救他呀！放心吧，我为周明身上从轻发落。宝宝不哭，不哭，都怪爹爹不好，谢谢冤屈宝宝了。刘兄，彩凤，刘兄，彩凤，刘兄，你生苦了。宝宝好吗？宝宝睡着了，我本想带他一起来探望恩兄。不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千万不能让宝宝来啊！我领了他来探望过你了。林将军来审问我了。审问？他问了些什么？该问的他都问了，该说的我也都说了。啊，林将军果然英俊威武，文龙为小姐感到高兴，恭贺你一家苦尽甜来，情人团圆。我给恩兄送了一些补品，帮恩兄好好调养身体，敬恩加印。文龙乃老王举动，余在自身，他还有什么家业？你父亲有罪，你有什么罪？你是好人，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！我要替你申辩，我要替你担保，我要替你作证，我要替你作证。叔父，你从京城回来，为何如此高兴？云儿，你的喜日来了。吉星高照祥云江，双喜临门喜门旁，一喜是红喜，兴旺兵民齐忠良，只因你风色娇气金凤凰。弄错了啊！啥？弄错了？叔父刚从京城回来，有所不知，彩凤她没有事啊，没有事。对，没有事，没有事啊！彩凤她杀生去年，三思有手，
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呀！叔父，他真的没有事，平安回来了。什么？他平安回来了？丁元林当初不是亲眼目睹，看见他倒在血盆里的吗？他明明已经死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他在相府遇上了好人，自称相公子刘文龙，保下他一条性命。才闻在相府平安，产下一子，刘相公一路护送他为相弟。怎么？他在相府产下一子？实际上，他倒是家世正常，真的与那奸臣之子做成了夫妻。不，他与刘文龙是开门夫妻，关门兄妹。开门夫妻，关门兄妹？你怎么会知道？蔡凤仪与我从头细说，还有春梅作证，我闻到老王亲自审问过刘文龙，就相信了。看来不会有假。他们的话真可信信。我与蔡凤素在相知，我相信他的为人品行，我相信他的一片真情，我相信他的一颗真心啊！人是为编的，蔡凤与你不过30多天，可他在刘府吃住了300多天呐！这个月儿啊，蔡凤说言，就算你能相信，我也可以相信，但这种亲人能相信吗？这个朝中大臣能相信吗？这娘娘千岁万岁能相信吗？天下之人都能相信吗？岂不还人言可畏，众口铄金？假作真事真也假，真作假事假也真。那以叔父之见，此事该是如此之才好。让我想想，总以为蔡凤寻奸，早上身，我为他上表情景，最龙吟怎料他们离世平安归我妻命，光言欺君判罪名。云儿南去金子里，和邻家传翠名，一子乱了全乱起，全乱起。我定要府邸存心还根。云儿，小七，叔父，据叔父切照兵民身上，实名真相，自然混淆，台外牌坊。云儿，你说的自己混淆，台湾牌坊，这个犯法死不得呀！什么婚呀？什么牌坊？蔡凤太太那不是我这回来了，他外立什么牌坊，我外受什么婚呀？云儿，这副事情已成奸臣的行为，此刻正在被追捕的逃犯，你是留下他在夫妻团圆，先是犯了暴毙逃犯之罪，实在自己混淆台湾牌坊，更是违抗王命，犯了欺君大罪，两罪并罚，我林家岂不又要大难临头了吗？那以叔父之见呢？自尽自尽，眼前只有一条路了。什么路？刘王
不留神。留啊，不留神。云儿，名家是忠良臣，阿必抚养好名声，浙江翠凤配留下岂非要怎么祖宗归前程？大丈夫胸藏风云中踏天，岂不苦英勇气端连世敌，一边是家生平生比唐山，一边是多官过境一女臣，想一想，谁最为荣，谁为轻？当断拨断要讨领。一番话听得我胆战心惊，说服他去君王报偿不幸，看起来蔡梦他再难有理。我且听夫君他是何抗争，夫蔡梦为生命，妻蔡梦为良心。一边是金手前程冲天浪，一边是万载深渊定生，一前一了怀上路。我看你何方怎样，那边说要抛弃蔡凤，实在于心不仁啊！叔父也是通情达理、学术之躯啊，劝你抛弃心爱之旅，实在也是万不得已、违心之举啊！我一生宦海沉浮，所见所遇，可谓多也。甚至为官从政之人，凡事不可成信，也是当前需深思读史，权得失，息怒不言以杀，生杀不言情书，下得了手，方能保得住命。这人世间唯有永恒之理，哪有不变之情呢？云儿，听起声来，你是忠良之后，堂堂将军，鹏程万里，志路光明。凡有阻碍你前程者，无论是谁，统统踢开他，绝不心慈虽远。叔父，我良心上过不去呀！什么叫良心？你只会林家名声，良心就过得去了吗？啊！身为林家之后，凡是当以林家用手为仇，一个女人又算得了什么？你
叫太失望了。叔，我实在做不到啊！你做不到？好啊，既然你只要女人，不要这名榜加身，不要这锦绣前程，一个孤老男子，玩通个什么啊？你是留下财宝，毁我李家，就用这把剑，先把你的情书撤了吧。少妇，谁呀？谁呀？兄长，嫂嫂，我没有管教好你们的儿子，我对不起你们在天之灵啊！晚上我跟你们一起去了吧。师傅，我一定便是了。灵儿，所无老爷，令家千秋大业就靠你了。你要为祖宗争气啊！
叫错了，裁缝，你又叫错了。我是见证而行，我是逃犯。你听我说，你不用说了。不，我要说，我有苦，我有过哎，我对不起你呀！我叫你不要再说了。你走开！我知道你在怨我，你在恨我，你是用这条鞭子狠狠地打我吧！你在做什么？你引我起来！引我起来！一场风雨，电闪雷鸣，惊醒了我的美梦，改变了你的人生。素在相知，恩爱情深，强冷的今日相照，四次光景。莫非这就是缘分，这就是命运？我知道你在死这死心，你在用无意的鞭子狠狠地捶打自己的灵魂，无奈血浓于水，理重于情，你怎能管自己的人生旅途？月与圆缺，天与阴晴，人与悲欢离合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你也不必太伤心。我要走了，我来得光明，走得干净，绝不带走邻家一粒灰尘。还有我刚满月的宝宝，他是你的骨肉亲生，但他绝不会踏进邻家大门。他有自己的母亲，他有自己的亲人，他有自己的人生。我有这副虚假，是我的心，是我的情，是我的魂，是我的一生梦想。我不能让他沦落豪门，被人当作戏剧，起死倒命。将军，我们曾经是夫妻，以后也不做战争。我的恩兄说得好啊，天地合，方与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；人相合，方与真爱真情，共生相守。分手吧，不说再见，永别了，将军。我
掉了。元儿，怎呢？怎呢？啊，元儿，你好糊涂啊！你怎么把他放走了呢？来人！来！哎呀，你们要做什么？你们要做什么？师傅，你不要来逼我！元儿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我是疯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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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，这不是林大人吗？听说你这儿林公子找了驸马，你也当上了皇亲国戚。哎呀，恭喜恭喜呀！恭喜就年了吧，我倒是要好好的提醒提醒，王爷说话做事要多为自己想想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啊。多谢林大人关照，不过我也想提醒提醒你呀，是，你也要为自己想想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啊。什么意思？只要人不知，自非己莫为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你抬头看一看，苍天睁大着眼睛看着呢。你自己做的事，瞒得住天吗？瞒得住地吗？掩得住世上千人万众的嘴巴吗？啊！你好，你等着！哼！你也等着！什么里股东西？呸！小静，小静，小静，你见到老夫人了吗？她不肯见我。小静不要伤心，老夫人总有一天会明白的。小静，吕相公从军西凉，已经越界上路了。小静，小静。十年后东，10年后西呀，一个上天，一个实地呀。刘相公啊，你不要灰心丧气。哎呀，这世上风水呀，人与村，说不定哪一天啊，你一梦醒来，这身旧衣啊，哗啦一下完成大红包喽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等等我！相公，相公，你带我一起去，我要带你去从军。
回去吧。啊，我要陪你去。哎呀，小兄弟呀，你老子有没有办法？你从什么军啊？李恩兄，李相公，李恩兄，裁缝，李恩兄，李恩兄，裁缝小姐，李恩兄。裁缝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啊！上前快递发誓门，苍天为母做见证，愿与恩兄同上路。我们一起上路吧。不！哎，你又不是他的妻子，你怎么和他一起上路啊？啊？他们是夫妻。他们搬过天地是古董房，谁说不是他的妻子啊？啊？老爷啊，这倒奇了怪了。你说，他是他的妻子啊？他们是夫妻，当初还是我做的媒呢。哦，哎呀，太爷，那是假的呀！哎，假的可以变真，真的可以变假。这大千世界就是这样，假假真真，真真假假，变来变去的。来呀，送银。老爷，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在这大清园一亩3分地里，我老丁说了算。送银。是。来。这，哎呀，这就好了。今天是个黄道节日，我要为2位新人再办一次隆重热闹的婚礼。诸位，请到原衙和喜酒去啊！你应该为他们请我。老爷啊，要是上司怪罪下来，你不够放心，上司那里我已送过红包，通好关节，一个我都摆平了。哎呀，丁太爷，反正我配不上小姐呀。无说，
这世界上只有你才配得上小姐。哎呀，我怕要连累你太爷爷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有毛病，怎么老是替别人出气呀？真是出不济，天涯之发愁，怕什么怕？你怕，我不怕。我年纪已经花甲子，胸口一怕有带子，大不了卷起铺盖破箱子，高老还乡老身子，言辞精我堂上还有官位子，门前还有官轿子，头上还有官帽子，手中还有官银子，谁怪不卖我老面子，当心押月当板子。来呀！锣鼓敲起来，鞭炮放起来，送行人东荡西荡，叫拜天地。门呢？哈。你们好。开门，老夫人。陈梅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对小姐向老夫人致意。致意？魏相公从军西凉，小姐要陪他一同上路。我知道了，走吧，走吧。他是铁心肯定那个奸臣之子了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你老夫人，你听我说完呀。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魏相公是奸臣之子，可他非但无罪，而且有功。他可是世上少有的好人君子呀。好人君子，哼！老夫人，你还不知道，当初举你一命，后来又举小姐一命，都是这位吕文龙、吕相公呀。啊！你说什么？是他举我啊！老夫人。道谢了。起来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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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哭。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大家应该笑，对不对啊？啊？应该笑，应该笑，应该笑，高高兴兴欢送新人上路，祝福一路平安。
一路平安。哎